台东县的警察局今年伫咧43个所在设超速翕相甲科技执法，统计今年1月到9月取缔超过16000件，已经超过去年规年的量啊。尤其是太麻里乡大田宫迄带，就掠超过7000件。南回公路拓宽正济4线道了，车速度正紧。为了要保护行车甲用路人的安全，台东县警察局伫南回公路沿线采10个固定测速翕相甲科技执法侦测点。不过民众认为伤多，无顺利就被翕到。太多了哦，真的不好跑。这都是做很快啊，你当然要小心啊，对吧？当然就让你减速慢行这样子。台东县警局讲。测速翕相甲科技执法点，会依照交通事故甲车流量做调整。去年全县有采90个，今年检讨了，只敢剩43个。不过民众也是认为伤多。今年到即马已经取缔超过16000件，比去年一年的取缔件数还佫较多。其中上多是太麻里乡的大田宫，有7328件。可能这是8件油门吹上大力无注意到，而且这甲前一个取缔点只敢差6公里。车若驶伤紧，有可能连续被翕相开单。行车速度超过最高速限，违规地点相距6公里以上，时间相隔6分钟以上，或行经1个路口以上，我们得连续举发。有民众认为台东县的违规超速甲科技执法点伤多，对观光不利。不过县警局是强调，会无定时检讨设置的所在，以用路人的安全为主要考虑。希望驶车时阵照速度驶，唔通驶伤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